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 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能在。因为陈志忠洗钱案要封关，陈水扁今下晡去到总统府头前交请愿书，强调洗钱防治法的本意是要防止人洗钱，不是防止参选。美军特战司令部年度演习头摆武器防卫台湾，另外有外媒报道讲中国制造军用大飞船，功能比间谍气球更加强。台铁自强号对德南到香山半路去弄掉加速桶，害12车水管破机。另外，长航航空公司货品落落来，弄掉飞行机的引擎。前总统陈水扁后生陈志忠因为洗钱案被判刑1年，5月11就要入去封关。陈水扁今下晡就去到总统府头前交这请愿书，强调洗钱防治法的本意是要防止人洗钱，不是防止人参选。总统府表示讲，已经把这请愿书交予秘书长林佳良，相关法案尊重立法院的技术讨论，也尊重司法，无要评论司法的个案。资料关押到总统府头前递交请愿书，前总统陈水扁后生民进党高雄市议员陈志忠，因为洗钱案被判1年确定，10月1号将会立竿服刑。对此，陈水扁强调，伊重返开刀是为了要行使这世人第一遍的请愿权，讲洗钱防治法立法的意志是为了要防治洗钱，不是防治参选，而这么完全误会当初的立法宗旨，若无顾竞争保护，也违反比例原则。这样对吗？这样合理吗？难道我们更生保护是假的吗？是不是？除了工钱废掉，更生保护也废掉，不要再自欺欺人。陈水扁亲自向总统府行政院甲立法院党团提请愿，也进一步讲，这卖洗钱防治法是2005年以任内3读通过法案，不过迄当阵时间较赶，内容包山包海拢是斗起来。洗钱防治变成参政防治、参政剥夺，有正大的问题，要进一步了解。民进党在地方选举显得不理想，前后20天就提出这样的一个选罢法修正案，而且还是抄总统、副总统选罢法，那么草率，难免思虑不周。对这边请愿是不是违反保护就医的规定，台中监察讲已经派人去现场了解。对，我们有派1名同仁上去做采证，了解他的一些言行啊，还是要等我们这个人回来之后，我们才能做一个判断。针对陈水扁请愿的代志，总统府也做回应，接受请愿资料第一时间就交予林佳良秘书长。伊讲，但前总统关心的相关法案已经伫咧立法院审查。总统府尊重立法院的议事加讨论，因若关乎司法的个案，总统府以上的立场是尊重司法，无评论也无涉猎司法的个案。记者综合报道。由美国太平洋陆战队退役司令鲁德，也有一个美大商会会长韩鲁皮，甚至有25间的美国这军火商因组成代表团来到台湾访问，伊是要来讨论到这个联合生产无人机加火炮弹药，甚至会去拜会中科院资安公司和台湾无人机厂商开会。今早起是先去拜访这国防院，明仔早起也出席国防产业论坛。就学者分析讲呢，这台美双方就无人机精准弹药来交换意见，台湾有真好的无人机生产量能，就要积极来争取加入美国的这军工供应链。这架游览车载真侪阿斗啊，初二早起去国防安全研究院，由美国太平洋陆战队退役司令鲁德、美大商会会长韩如标带领的军火商代表团去国防院甲学者交换意见。俄乌战争这个需量的增加，所以重新到台湾来，我想这个对于就是满足台湾的国防，还有就是经济的发展会有很好的效益。代表团初一到台湾，参访台湾进行新启用的太空科学园区，针对太空发射、卫星事业，制造一条美金的规模，国内航太业者有信心在供应链扮演重要角色。We are here. We will continue to be here. We will continue to be friends in Taiwan, and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in the future. 代表团初三会出席国防产业论坛，马鞍山会拜会中科院，针对中科院打造台版单风岛无人机。美国生产元首单风岛的航务环境公司，即个嘛有做伙来台湾，双方可能会做意见的交流。学者分析，美国代表团视察中科院，会看中科院生产的量能，
评估什么产品会当交予中科院来研发生产。不过有立委认为讲，军火商来台湾是要卖武器，要甲台湾打造做军火库，不是来卖武器的。那他们是来这个选择合作的供应厂商。那么台湾具有很好的制造基础，连蔡英文总统都得来见这些军火商的话，那真的不知道我们又有多少纳税人的钱要被拿去采购军火。英国贸军火商访问台湾，甲行政单位见面的例，立委王定宇讲，全球武器装备需求较侪过供应，美国来台湾找找会当信任的合作同伴。苏志芬讲，这嘛是台湾争取拍入美国军工供应链的好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提醒观众朋友，就要听惜家己面对着性骚扰，千万唔通吞忍。根据着这警方的统计，台北这温对去年到今年3月中，牵涉到性骚扰的相关案件已经发生55件，其中有一个29岁无透露姓苦的查甫人，涉嫌伫捷运台安站抑个信义安和站积分钟内连续甲2位小姐碰刑砍。这查甫人被抓到了后，伊也承认有犯案，法院也甲伊判刑8个月甲2个月。对监视器看到一个女性走出车厢，后壁一个查甫人解跌，这个查甫人甲对方压伫咧涂骹，伸手望野行砍，尾随逃走。短短3小时内，于辖区通安街与临江街口，经眼尖远警发现疑似可疑对象，旋即上前盘查，迅速查获该名许姓犯嫌。警方调查，29岁姓柯的查甫人无透露有妨害性自主顶前科，7分钟内连续犯2件妄人行砍的案件，迄案8点57分。而且经过台安站，伊伫车厢内承帮一位受害者的刑砍，9点04分，伫咧信义安和站月台顶，佮甲另外一个被害人引导伫咧涂骹，妄人的刑砍。法院虽然认定伊是一时匆忙犯案，也是依照强制威胁罪加性骚扰防治法，分别判有期徒刑8个月加2个月。警方统计，台北这份性骚扰案件自去年到今年3月中有55件。看起来他是冲动型的，对他来讲有特别性意涵的，这个足以来触发他的时候，那原来一个小小的东西就会被他内在不断这样去思考阶段都膨胀了。为什么伫公共场所侵犯别人？学者分析，可能甲生活经验有关系。除了过去错误的学习，出现性偏差的观念，无法度分是虚拟世界或者是现实世界，一个社交技巧无够等问题，拢容易造成这种冲动型的性格。记者综合报道。被牵涉到万军争议的卡神杨惠如，几多年前向指控讲，伊摕到 WTA 国际女子网球球公开赛举办权了后，伫财务部分涉嫌开销是来个乱报，甲这体育署还有台北市的体育局等单位呢，早领这补助款超过977万。专案由检方侦办了后，认定杨惠如的行为明显阻碍台湾体育运动健全发展，依照这诈欺等罪名呢，要来甲提起公诉。杨惠如向法院讲，伊利用2017年和2018年 WTA 比赛时阵，用无正确的发票收据，诈领580万，还有396万的补助款。检方指出讲，伊想要瞒天过海，瞒钱抢来出，利用这瞒骗的手法来骗国家有限的经费，却唔承认犯罪了后态度无好，检方建议法院就要改判重刑。另外，伊的妈妈和小妹也牵涉到这个案件，却因为罪证不足，无起诉处分。讲到昨日就是5月初1劳动节，不过电子的大公司新兴电子说，互员工亚讲，这公司甲因放无薪假，甚至号一个名真好听，叫做冤枉假。新兴电子表示讲，因为景气真歹，公司确实有鼓励这员工就爱加休困，不过也强调讲一切拢有符合法规，无强迫员工就爱配合。劳动部也强调，已经请这通知劳动局去劳检，若做有违法，一定会甲因办。5月劳动节，将在劳团上街头争取劳动权益。劳动部也公布上新的无薪假统计，有超过2100间事业单位实施无薪假，人数要加16000人。不过，电子大厂新兴电子伫劳动节遭互员工逼供，要求员工放无薪水的冤枉假。不可以说你的特休要拿来抵来排上我这个不需要工时的这个时间，叫你强制休假，更不要去想一些奇奇怪怪的名目。什么圆梦假这样的奇奇怪怪的名目都不是正途。
劳动部强调，已经请通知劳动局去了解，若是涉及强迫休假，或者是变相要求无薪水休假，就是违法。对此，行政解释，因为近期摆公司确实有伫咧杀休假的活动，员工有需要较侪工回乡的需求，才会提出这个计划，拢有符合法规，无强迫员工爱配合。工呢，他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来安排这些假。圆梦假这一块呢，它是我们的劳保、健保、年资其实是延续，跟一般你说去要员工去办什么留停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啦，之前其他的话可能就会说什么额外休假，这个名目会很多。当然我们会希望说，就是你实际上就是无薪，你就去认真面对说，那我们如何就是不要让员工真的都没有薪水。劳团表示，之前因为疫情，真侪产业营运困难，员工只好放无薪假。重点是一定要甲员工协商沟通，袂用强迫，若无就是违法。劳动部是强调，产业若是有困难，有需要减班休困，就要通报，亲像安心就业等计划，就让协助劳工甲产业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铁意外就发生吼，今早起5点外的时阵，有一台自强号对德南要去到乡镇的时阵，去弄到一个5公斤的加速桶，火车随打动，造成第12节车厢水管破气，加载是无人受伤。不过，这个意外已经造成这个车帮840名旅客去牵着时间。目前警方是有调这监视器来看，找到这加速行。业者表示讲，迄个时阵因无送加速，加速桶也无减少，无排除是运送过程当中落去，或者是有人故意放伫遐。5公斤的细支加速桶已经立即变形。初二早起5点外，这支加速桶不明原因出现伫铁基路，互代替272处自强号弄掉。早上我感觉说奇怪，怎么火车停那么久就想说可能有事情了。5点42分之后，2724次司机员通报撞到钢瓶，我们立刻通报调度员封锁现场。代替表示，迄个时阵自强号伫德南站靠站了后，继续往北行驶，第2车站差不多2公里的所在去弄到加速桶，列车随停落，第12车厢的水管破气，嘛造成7个班次列车拢总延误151分，影响840个旅客。代替加派区间车接驳个报警处理。苗栗德南龙山路这个路桥就伫铁基路顶，警方初步知有可能是加速桶运送的时阵，为这个所在连落铁基路，才有火车弄到。顺线找到加速行，业者表示，经过清查，店内加速桶数量并无减少，透早5点嘛不是营业时间。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早上8点半才开始营业，那我们所有的司机呢，也都没有营业中。这个钢瓶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现在也是莫名其妙。依据瓦斯钢瓶上相关资讯，追查瓦斯钢瓶来源，并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清查厘清事发原因。警方讲已经针对加速业者的讲法全面调查，因为当地铁基路段无围起来，各家列车弄掉的所在甲路桥敢若离200公尺，有可能是有人故意放的。目前当地调也监视器清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着台铁，进前台铁化工要改革，不过为啥今仔个发生意外呢？这台铁272车处的自强号，惊透早去弄着加速桶，造成上北的车帮拢万分。台铁局表示，讲顺铁基路 SOP 是1礼拜用行的顺一改，其他6天是对车去顺。也若有这加速桶的路段拄好撞着5月节一劳动节，才会甲这顺铁基路时间延后到拜二暗时。不过专家认为讲用行的顺铁记录是逐工爱做的，甚至就要引进自动化的监测系统，才当避免事故再发生。看代替自强号弄到加速桶的现场，外界质疑是安怎加速桶落落无人发现，敢讲是代替的螺丝零去。至于说可能会有人有疑问说，那不是会有这个频道旁边不是都有警卫吗？那我们就要看说，第一时间这个钢瓶掉落的时候，是不是人员有及时的发现？因为它如果滑落的地方是已经往轨道边的话，其实不见得我们在旁边的人员是可以马上发现。代替讲，这个加速桶落落的路段是每礼拜至拜一透早用行的顺早，不过因为拄到拜一5一劳动节，才把时间调整到拜二至拜三的透早来顺。并且代替顺铁基路流程用行的顺早是每礼拜1天，若是对车顺早是每礼拜6天。不过专家认为，用行的顺铁基路爱逐工做，唔则袂互行车安全拍折。
如果你严格最低的标准的话，应该是每天都要新轨嘛，尤其是在干线，对不对？但是现在办不到，对不对？那我们也不能再追究下去了，人手不够啊。万一这个人工休息难道发生事故的话，它的影响是更严重。怎样引进自动化系统也是相当必要的。专家建议代替顺铁基路，除了可能讲嘛，引进自动化系统两项做伙做，才当提升行车安全。看代替伫家人的铁基路，除了边高道有人伫指挥，附近居民嘛定定看到代替人员伫顺铁基路。有的，有定期保养的，旧的来维修啊，还有剪那些树叶都有在剪。因为要发生普悠玛事故，代替有推测铁路行车安全改善计划，办理改善山坪。目前有关山坪全自动化监测，已经伫全台湾37位建立工地监测仪器，伫今年2月完工。希望透过这套监测系统，避免发生铁基路有物件跌落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法国因为退休年龄延后，致使民众发起抗议。伫5月7日劳动节，因的抗议是更加严重。即天呢，全法国主要城市拢有人上街头示威，民众是真激动。甲这公共脚踏车甚至是店家，还有政府的建筑物拢放火烧，也有人甲这警察牵汽油弹，害这警察规身躯着火。法国内政部指出讲，7日全法国有80万人伫咧抗议。不过工会表示讲，上报有230万人上街头，表示对这年金改革不满。汽油弹直接伫顶部队伍内底爆炸，有几多个警察维护封闭，远景身躯着火伫涂骹林。法国5日劳动节的气氛真激烈，反年界民众伫全法国四界抗议，有部分人的情绪失控，用汽油弹、炮啊、甲棍啊攻击警察。车路的铁马嘛，互人拖去路中燃烧，嘛有铁马的停靠站煞互人放火，火嘛炭到附近的建筑，现场规个拢烧去。法国7日，搁再发生反年界示威，包括首都巴黎、里昂、南特这大城，拢有几多万的民众上街路。敢若巴黎就有11万人示威。Ah mais la suite, tant que la réforme ne sera pas retirée, on continuera. Donc voilà. Moi, je suis plus déterminé que jamais. Macron, 4 ans s'il faut, 4 ans on y va. Pas de problème, je suis là. Et on sera encore nombreux à être là. 这是全法国主要8个工会头一届联合做伙示威。法国内政部估计，7日即天至少有80万人抗议。工会是表示，全法国至少有230万人上街路。这民众伫街路甲警方对立，互各大城拢真乱。法国内政部是讲，7日即天拢总掠到将近300人，超过100外个员警受伤。马克宏推送年金改革引起真大的反对，尤其是动用宪法法条，无经过下议院投票就直接通过新法，将退休年纪为62岁提高到64岁，这引起社会不满。所以马克宏内阁国会的无信任投票好甲再无过，宪法法院嘛裁定延后退休符合宪法。不过马克宏个人甲政府的形象受到重伤，支持度大幅度降低。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来看泰国因5月14日要来举行大选咯，为泰党的总理候选人裴东丹伫选举进前2礼拜顺利甲囡仔生落来。目前裴东丹甲前进党的候选人皮塔，因为民调是较领先，不过受到这选择和参选政党数量影响，这选情是真歹预测。伫咧网络顶放拄则出示囡仔的相片，37岁为泰党候选人裴东丹选前2礼拜生第2胎，翁仔某2个人拢真欢喜。裴东丹是即马为泰党3位总理候选人内面上有机会选调的连选，甲前进党候选人皮塔伫咧民调拢是排前2名。不过为泰党维护王室的立场，和学院派人士批评，因国家支持前进党主张会修改侮辱王室法。这点也是2个党适人会当选调的关键点之一。ให้เกิดก้าวเปลี่ยนนะพี่น้องก้าวเปลี่ยนอันนี้เป็นก้าวเปลี่ยนแบบ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ที่ไม่เคยเกิดขึ้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มาก่อน裴东丹的老爸甲阿哥分别是前总理戴克辛甲英拉，2个人拢互前军方的势力赶落台，到即马搁流亡海外。反对人士就担心，若裴东丹当选，戴克辛有可能会返来泰国，进一步造成政局的混乱。不过裴东丹搁便强调，伊参选甲戴克辛是毋是返来泰国无关系，也无甲军方做任何协议。คิดว่าแกนหลักของพรรคเพื่อไทยคือพรรคเพื่อไทยนะคะไม่ใช่ตัวเอง
泰国这边选举大约有5200万合格选民，将会对63位候选人内面选出新总理，并且改选众议院500个席次，其中400席是公民直选，另外100席依照政党得票的比例来分配。虽然这种选举制度对大党有利，不过参加选举的政党真多，敢若一个政党要摕到过半数的席次有困难。另外，无论是谁人摕到总理的上侪票数，也无一定会当得到国会的支持。根据泰国2017年颁布的宪法，250席参议员拢由军政府委任，总理才经过2院，总共376位议员同意，才会当上任。公司新闻牛眼编译。巴西总统卢拉上任以来，讲要处理亚诺马米族保留区内面非法这挖矿挖金的活动。不过，对今年1月呢，这个双方的关系是愈来愈紧张，加上顶个月29，搁再发生武装冲突。过程当中有1名原住民加4名非法的工人不幸来亡命。在巴西北部罗赖马州的亚诺马米原住民领地，是巴西面积上大的原住民保留区。当地一直受到非法采矿者的入侵，非法采矿使用的水银造成的水污染，影响原住民社区的食品安全甲供应。历时几啊百个囡仔甲老人，在过去这4年来，因为营养不良甲心血管相关的疾病来死亡。左派总统罗拉上台以来，一直真拍拼处理非法采矿的行为。原住民部的资料指出，入侵保留区超过2万个采矿工人，差不多有8成拢已经被赶出去啊。不过，村内也是大阵的伫抵抗。顶个月29的武装冲突事件，造成一个原住民，也有至少4个非法的矿工不幸死亡。原住民部的部长瓜哈哈拉隔两天召开记者会，讲绝对袂容允犯罪行为，会搁较拍拼甲非法的矿工赶出保留区，无排除会派出武装部队来做驱离。Agora, o Estado não pode insistir em permanecer, apoiar ou incentivar a presença, a permanência desses garimpeiros no território Yanomami, porque acho que o Estado não pode ter como principal atividade econômica.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为了要鼓励民众坐大众交通，德国对5月1日开始推出全国通用的49欧元交通月票，大票大概是1622块。除了长途的这个高铁列外，其他的大众运输是固在已坐，安算会吸引1600万人买这款的交通月票。只是讲安尼财政负担1年就要开30亿欧元，敢有法度来成功，可能要继续观察。德国在大众运输上下班的人有一个好消息，全国适用的单日介绍大众运输月票德国票5月7日正式开始，只要49欧元，大票差不多1600块，就会使巴士、地铁、地方加跨区域的火车坐甲到开。当局讲，这是史上上大的公共运输改革。The pass is coming, and for some, this represents a halving of their monthly ticket. 优惠月票会当互民众伫咧高通膨时期省一寡车钱，也让鼓励大家坐大众运输减少排碳。不过每年30亿欧元的经费要对倒来，联邦甲地方政府谈真久，才同意一人出一半。拄则开始就已经卖75万张。德国运输公司协会估计，全国8400万人口会有1600万人买这种月票。Sometimes it's tricky. My connection is 20 minutes late, so you have to be flexible. I love trains, but it's always an adventure. You never know when you'll be home. 德国的铁路网真久啊，真侪硬体设备拢爱修理。去年长途列车的准点率只敢若65%，未来10年也会86亿欧元的升级费用。在野党批评，发行月票的相关费用应该先用伫咧改善基础设施。德国按算2030年进前，和大众运输的乘客增加1倍，业者也伫咧扩大规模。We need to increase capacity, but it will take us 5 to 10 years to bring everything up to standard. 德国伫去年热天营运高油价，就第一遍上单日介绍的大众运输月票，6月到8月之间只要9块欧元，大票无到300块，就让全国行透透。迄当阵有5200万人注册登记，不过使用者最佳运输业者无法度负担，这边国杀新月票。交通部表示，无排除看情形调整介绍。公司新闻施会中编译。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访问美国，初一伫咧北京和总统拜登举行双边会谈，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也讲这是全世界安全繁荣不当欠缺的必要元素。而且，伊也强调伫南海航行自由的坚定承诺，也互外界看作是这个菲律宾要甲美国做伙来团结起来，互中国看。 去访问到这届行程是要带予中国什么款的信息？伊敢若笑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访问华府，伫初一甲美国总统拜登展开会谈，这嘛是菲律宾领导人10年来头一届访问北京。双方会后虽然无召开记者会，不过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讲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且讲这是全球安全繁荣真重要的元素，嘛强调伫南海航行自由的坚定承诺。 The United States also remains ironclad in our commitment to the defense of the Philippines, including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Philippine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goals. To strengthen and to redefine the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and the roles that we play in the face of those rising tensions that we see now.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Asia Pacific and Indo-Pacific. 小马可仕一直强调讲，现在时的印太地区是目前全世界上界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有必要找到方法来强化东亚关系。这届会谈展现美菲团结，有想要甲中国传达美国真拍拼甲附近的盟友合作。而且伫小马可仕访问美国进前，有一只中国海警船伫南海甲一只菲律宾的巡逻艇砸落来。 地事这两只船是险险啊相撞，引起中菲紧张的情势。China Coast Guard 5201. This is Philippine Coast Guard vessel. 路透社指出，真侪菲律宾人对中国伫南海的举动是感觉真失望，愈来愈支持对北京的态度都在大抗压力。小马可仕嘛为演过前总统杜特地亲中的路线，转向是靠我美国。最近中国对美菲防务关系发展是愈来愈无客气，中国驻菲大使吴启仁。 中国外国批评菲律宾无应该支持台湾独立，去用看作是一种威胁，嘛想要干涉台海事务。记者综合报道。伫台湾，正做中国干涉的案件是接发生，不过对这寡罪犯的处理，却是动加起，轻轻发落。有学者认为讲呢，这台湾和外国的军事间谍判刑程度就差别13倍，认为这造成国安危机。 就立委要来召开公听会，希望收集意见，提升国家安全。最近传出不少强谍案，亲像陆军前上校洪德温签导航升律师，而且收每个月4万块的内应费，煞敢若以贪污罪来办。另外，前海军士官长吴炳宪试探军事情报，甲人员各自等等的机密资料，经一审是判无甲3年。 立委认为，讲判了伤轻，挺成这种违法的行为是国安重大问题，所以召开公听会讨论。可是最后结果经常是轻判，社会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想透过今天公听会去了解，到底是法制面出了问题，执行面出了问题，还是在整个法官的训练上有一些落差。来参加学者指出，台湾查到的军事间谍，平均是判18个月，欧美民主国家平均是230个月，差12.7倍。 程度明显较低。另外，法官欠缺国安意识，也有处罚类型不足，拢是值得思考改进的所在。情光法是一个很重要的间谍行为的罪啊，只是说大家在适用上并不是那么熟悉。这些轻判的，甚至有缓起诉处分、缓起诉处分或不起诉处分，这些已侦结确定啊或查无实据的国安案件，要检讨为什么这个办不成，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状况？ 调查局提出报告回应讲，建议国家安全法增订参与组织罪，而且强化国安机密保护甲涉密人员的管制。另外，反渗透法实施到今已经超过3年，不过以这个法查办的涉嫌人是无几个。这一届朝野立委提出修法草案，希望修法补空棚，互法规更较周密来维护国安。记者综合报道。 疾管署公布最近的这7天平均一天就新增加114个新冠病毒本土中重症的病例，这已经是有加悬的趋势。5、6月可能会小可流行起来，要等到7月初才有机会降落去。
另外，讲到这肠仔病毒，对后礼拜开始咧就进入流行记录。今年国内肠仔病毒是几多种病毒型同齐加起来，囡仔真有可能会中伏感染，咱家长就要特别注意。疫情指挥中心才拄改编，新冠疫情又搁压起来。疾管署公布最近7天，平均每一天新增加114例新冠本土中重症病例。最近3礼拜有较侪，死亡平均每一天新增加12例，甲改编前同款。疾管署提醒，新冠疫情有慢慢升悬的趋势，5月甲6月会小可流行。这一波因为增加的不快所以也不会太快结束，预估大概整个5月到6月底都有可能会持续的上升那看是不是到7月初的时候，会有机会可以反转。那预防新冠肠仔病毒嘛要进入流行期，顶礼拜新增加1个肠仔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的病例，是东部1岁的查甫囡仔，经过检验了后确认感染伊科病毒21型，好佳在治好已经出院。疾管署提醒，今年国内肠仔病毒是真侪型做伙来，虽然囡仔中和感染的机会高，家长要提高警觉。多型别的流行，大概对于家长来讲比较常会遇到，就是说小朋友重复感染到不同肠病毒的型别，然后都出现肠病毒的症状所以这一波里面，如果今年已经得过肠病毒的小朋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另外，顶礼拜流感重症嘛增加13例，年纪17岁至80多岁，其中11例无注本季流感疫苗。但是高岛组是新增加12例本土病例，累计国内高岛组已经有64例，包括55例本土、9例境外。疾管署紧急增加购买2万罐高岛组疫苗，差不多6万人份，预定5月中就会到货。记者综合报道。这个争取国民党总统提名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最近一直在走基层。昨郭台铭也提出伫高雄的半屏山起核电厂的想法，引起外界批评。环保团体也讲，这半屏山是晚近基山也个小公山的断层，是高风险区域，根本无适合起核电厂。面对着政内争议，郭台铭今下晡要回实力。我做了一些不当的表述。甲高雄人会室的国民党总统热门提名人选之一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初日下晡到南营票选之一的左营国贸社区举办座谈会，针对前一天半屏山起核电厂不当譬如，真侪该会室的解说只是激励解决欠电可能的方法。如果说现在小型的能源面积体积只有1/10，又很安全，是不是每个县市自己去搞一个安全的核融合的电厂？看2条讲话，因为失言，郭台铭谨慎讲话，讲台湾要发展高科技产业，一定都要重新考虑中开核试，也加清洁能源的问题。不过，要伫离敢5公里的半屏山起核电厂，当地居民无讲会使，也是袂使。一定要有完善的观察。如果真的是现在是最佳设施是设核能，那就是必须要认的啊。因为地质的关系，半屏山捌是国内重要的石灰矿区，因为无过污所以纳入寿山国家自然公园。官团提醒，半屏山挖近基山甲小公山断层属高风险区，无符合起核电厂的标准，惹出问题，对附近社区甲生态会造成危害。在这个半屏山的区域，如果距离旗山断层只有直线5公里的范围，根据美国核管会它建议是8公里内有断层的地方都不应该新建任何的核电厂。核电议题引起各界讨论，郭台铭表示，后续要提出具体能源政策，为了争取国民党提名，郭台铭最近积极到地方访问。不过，前立委区议讲，党主席朱立伦早就决定征调新北市长侯友宜，要提假民调来给大家看。郭台铭对这件代志冷静地讲，朱立伦是上想要赢2024大选的人，相信伊会希望推杀上强的人，会相信主席继续过来行基层。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当日审再生能源发电条例修正草案，要求新起的或者是改建的建筑物，拢一定爱增高一定比例的太阳能供电板。环保团体也呼吁讲，要赶紧靠这条规定来通过，安尼先都市的发电才会当较平凡，南部发电送来到北部使用是不公平。太阳能供电板就设立9栋大楼的厝顶，伫台北市闹区的信义新城，总共10栋144户。3年前社区决议要伫厝顶加装457片147 kW 的太阳能供电板，毋但会当省去修理厝顶漏水的供电费用，当年阁会当带来可观的电费收入。每年发出14到15万度的电，并为社区带来90到100万的
稳定的收入。迄今绝对没有外界流传的北部日照比较短，不适合发展光电的疑虑。环保团体特别选伫信义新城厝顶来举行记者会，会当看到有厝顶型的太阳能光电棒，会当早日头，温度真凉。环团表示，目前立法院咧审议再生能源发展条例修正草案，呼吁赶紧来通过，互一定规模以上的新增改建建物拢爱增设，让所有的光电都变成未来每一栋建筑物的标准配备，让我们都市的电都市发。减少南电北送的不公平。环团嘛强调，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等温带国家，已经或者是特别来立法来要求。日本东京，他们也将要修法，在2025 20平方公尺到2000平方公尺这之间的建物，相关的也要适用，建筑物上面要加装太阳光电。环团指出，新增改建建筑物设置太阳能光电棒，成本会比既存的建物更较低，希望立法来通过，互都市的电由都市来发，尤其是6都用电量占全国大约70%，更加有责任来推动。记者林志明、夏基文台北报道。农委会要修动保法规定，夜市啊袂当互鱼啊袂当甲冲捕的鸟鼠啊，抑个兔啊，当作是耍游戏的礼物摕来送互人家。不过连互鱼啊也拢要管，引起民众批评。这个批评声音伤过大，农委会政策随便盘，也表示讲会先禁止夜市啊耍游戏换冲捕鸟鼠、兔啊即寡食灵类动物。若互鱼啊，这是水族类的，无伫咧管制范围内。不过动保团体也呼吁政府着爱定出这互鱼的宽限期，未来也着爱全面禁止。去夜市啊，互鱼啊是真侪人囡仔时代记忆。不过互鱼啊除了趣味，好着炸断去了后，水族馆的业者看到的是后续饲鱼的问题。家里只有一个消练盆，它只有装水，鱼都很大只，水只有一点点，也没有任何的过滤设备，鱼很容易缺氧。农委会顶一日预告修正动物保护法草案，禁止夜市仔的贩仔摕动物做礼物，连互鱼仔嘛包括在内，这是引起夜市仔贩仔的反弹。农委会采伊政策是随便盘，敢若先禁止夜市仔摕宠物鸟鼠、兔仔这类食灵动物来做礼物。以农委会原来的条文的设计就是针对高等的迄个脊椎动物，其他的动物的部分，是咱的物种的部分就要看咱社会有迄个重视无。政府本来拄着抗议，政策就改变，动保团体是感觉真失望，嘛批评夜市仔的贩仔把动物当作礼物，这个行为是把动物当作商品，毋是当作生命伫看待。这对囡仔来讲，等于是扭曲生命教育。咱安尼人用迄个网安尼去来捞的过程当中鱼仔咧走来走去，闪来闪去，咱感觉做好耍，但是对迄只鱼仔来讲，它就是备受压力备受那个威胁无形当中。也会让我们的小孩子错以为这样戏弄动物是好的行为嘛？动保团体呼吁，就算政府敢若先禁止食灵动物，不过嘛希望会当替水族类的动物定出相关的法令，辅导夜市仔的贩仔转型，唔通互生命变作是娱乐的竞商品。记者林晓凯台北采访报道。美食大卖场买的冷冻梅有 A 肝病毒，食药署是肝保证讲会使按照食完法，甲这业者处罚，也无排除会当使用这个团体诉讼来讨赔偿。不过长期以来，这个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消基会就指出讲，无论是政府对业者的行政法，也是根据着法院的判决，业者爱护消费者的赔偿，这金额拢伤过低啊，真好对于业者有经过效果。所以目前我们搜证也差不多了，那目前他们正在做所谓陈述意见的程序，那食安法绝对可以开罚6万到2亿。美食大卖场互人检出卖的冷冻鱼有 A 肝病毒，食药署官保证政府绝对会使对业者开罚。再去有立委要求，食药署针对查验落价爱更较积极，也呼吁行政院消保会主动协助民众集体求偿。我们不排除来打团体诉讼。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跟2大消保团体有接触和联络。
食安法第56条规定，消费者会使请求法院按照消费者受侵害的程度，向业者求偿500块到30万块。根据第44条，政府也通对业者处6万到2亿的行政罚。但是消基会指出，这个罚金上低的金额，老地板都上低，真好对业者有警告的效果。通常实务上啊，不论是行政机关或者法院，罚款的部分其实都会离那个下限比较近。消基会建议，无论是行政法也是赔偿，老地板拢应该大幅度提悬。行政法建议为6万提悬到100万，赔偿的方面为500块提悬到1万块。若无，啥人会为着500块去打官司？有多少人会为了几百元的这个赔偿啊，去打官司嘞？比方说，最近判决确定的胖达人面包，每一位消费者可以获得的赔偿大概就数百元、数千元。虽然是有诉讲目前有涉案基金，通帮助消费者拍团体诉讼，但是消基会认为，实际上通得到的金额真少，民间的消费者保护团体资源嘛无够，要举证真困难。消基会认为，但是会当由政府出面提起团体诉讼，要要求业者赔偿，可能会较简单。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垦丁国家公园内面的生态真丰富，不过最近有游客看到3级保育类的动物脏水坝伫咧校本所堆找物件食。这垦管处甲恒春镇公所接到通报了后，赶紧甲这本所车的主保车刷走，也呼吁民众要遵守本所的清运政策。饮料的空杯啊，粪扫等甲满世界，脏水马就伫个粪扫堆内底，头咧咧伫片物件，敢若伫找物件食。为什么都是垃圾？垦丁游客最近看到3级保育类动物脏水马出现伫粪扫主车附近，这是恒春镇公所为着偏远地区式的粪扫集中处。但家庭粪扫、乌白蛋、环境垃圾冲突的画面，就出现伫国家公园范围内底。保育类动物伫粪扫堆内底找食，互游客真痛心，触及垦丁观光保育的形象。恒春镇公所早已进行垃圾不落地政策，但在部分偏远地区的社区仍设有少数垃圾纸车，以方便居民收集垃圾。但是有时候垃圾量多，会溢出纸车，而发生野生动物在垃圾桶附近觅食的状况。初二透早，现场的粪扫主车已经刷走，学者嘛提醒，食到粪扫恐惊对野生动物造成伤害。人类的这个食物残渣，比如说甜分太高或盐分太高，当然对野生动物本身本来就不好。那再来就是他们可能会误食一些这个塑胶垃圾，那万一造成一些肠道的阻塞，那当然也是会致命。去年才因为大家生啊讲喙来食的画面出现伫国际期刊的脏水马，除了金马类，包括螺啊，也是大型的虫拢食。原本主要生活伫郊区，也是溪流附近，对南到北拢有。但今年煞不时出现伫市区，即马搁伫粪扫堆内底找食的，到底是因为车地互迫害，还是族群变大造成食物欠缺？学者认为恐惊都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研究。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报道。台东的中滨渔港常常即刷渔民是无到出海掠鱼，虽然农委会有定出主管休渔的奖励一年才2万，对渔民来讲是无够。因上届希望的就是政府整理渔港，互因会当搁再出海掠鱼。已经5个月啊，台北季风的洋流要是甲济海沙加入去中滨渔港，3只怪手逐工伫咧清渔港的积沙，乌起来沙已经比码头的布环还搁较悬啊。毋过这个沙根本就乌袂了。渔船啊嘛无法度出港，渔民讲今年到今出港掠鱼的时间根本就无几工。我最近才出港而已啊。东北季风的时候最容易淤了，它3个月就淤沙了。因为闰2月的关系，所以东北季风的时间有吹北风的时间比较长。到了目前现在5月初都还是有北风陆续下来，也造成我们的进滩流把渔港北边的这些沙石带到我们的港区里面，造成淤塞。官府表示，已经向渔业署紧急申请大型的疏浚计划，嘛通过审核，会赶紧办理招标。不过渔民讲，当年拢拄到这款的情形，影响因的收入。官府讲，政府奖励休渔政策已经有放令，渔民一年出海作业90天，休困120天，会提供2万块奖励金，嘛会协助渔民来做认证。没有办法出海作业的这些时间，就可以纳到我们奖励休渔的这一个不出海的这个时间里面下去做计算。不过，中滨乡的渔民认为讲，休渔奖励金对这种啊头的渔民来讲，要改善生活是真有限，要搁去做山工才会当来维持家庭的开销。希望政府会当来收紧渔港，解决当年拢会积沙的问题。
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几年，这毒品的种类是愈来愈侪款，食毒品的一世人是去了了。实体县政府举办反毒品的展览，把这毒品画作是妖魔鬼怪。把毒品转变成妖魔鬼怪多样，让大家了解毒品对健康的危害。佮透过香港真出名的拍小人游戏，增加民众对毒品害人的印象。这特别的展览是在新竹德北的五号宫头前的庙埕。把毒品妖魔鬼怪化相当特别，而且也相当贴近民众。我们诵经念佛也是要驱魔啊，就是让这个妖魔鬼怪远离我们啊，我们去认识毒品，像这个毒品把毒品当作是妖魔鬼怪，让它远离我们。新竹县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参自然科学博物馆合作，以妖魔鬼怪做主题。用网架的方式，希望让少年家会当了解毒品是千万唔通吸。针对不同公庙有不同的主题，然后来做反毒的推广的活动，就是把毒品变成是那个各种不同的鬼，然后来介绍这个鬼对人的危害，那你如何来那个避免它？那另外我们也结合宗教信仰，比如说那个用那个十殿阎王。用这个地狱的概念来劝大家，就是不要去那个贩毒或制毒。现场还有展出18盏地狱以及阎罗王的图，甲大家讲毒品恐怖的所在，公庙结合反毒，希望让民众知影远离毒品才会保平安。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5月7日要举行加冕仪式，有支持者早就伫北京汉宫外口搭天道，要来见证这历史时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去年9月过身了，担任王族70年的查尔斯3世继任国王，象征性的加冕仪式将会伫5月7日进行。有王室为伫北京汉宫外口大步旁排队。It's one of a lifetime seeing a coronation, and I'm very grateful to be here. And God save the King, and all the royal family always. God save the King. I mean, he's been practicing for so long, hasn't he? Really. So yes, I think he'll be a good king. 王室也展示加冕仪式要穿的珍贵服装。查尔斯国王迄天会穿有200年历史的传统服装。首先是1911年乔治5世加冕典礼制作的黄金长袍，顶头有正幼的金刚刺绣。外口还会满一领帝国的大袍，这是1821年为乔治4世国王所制作的。So both the super tunica and the imperial mantle were last worn at the coronation of Queen Elizabeth II on the 2nd of June 1953, so they haven't been worn for 70 years. 不过，伫咧金光闪闪的加冕仪式了，等待查尔斯国王的是各种困难的挑战。有分析讲，查尔斯国王过去对气候变迁甲农业拢正关心，不过王室毕竟是象征性的，所以以后政府若是搁大量使用石化燃料，伊也无在了管。而且查尔斯正爱对各种议题发表伊的看法，这甲伊丽莎白2世政治中立路线无同，怎解认为安尼正冒险？ You know, we very rarely heard the Queen's opinion on anything over the 70 years, and I think that was on purpose, and I think it was very effective. You know, she never spoke for the institution in various ways, and it also meant people could put whatever they wanted onto her. 有分析讲，已经过身的伊丽莎白2世，以前拢是王室人气上悬的代表人物。伊过身了，民众对王室的支持度正伫咧下降。这也是查尔斯国王甲卡米拉王后，甚至是威廉王子甲凯特王妃所来拄到的上大难题。公司新闻但有评编译。带观众朋友来看明仔天气。基隆到新竹对21度到32度，苗栗到云林是对21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34度。 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9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